蛮难为，一窍不通。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？无半撇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亦无用处，一窍不通，形容人没有一点本事或能力。用力，伊是甲我讲尔尔，正经个意思是无半撇。他只会说说罢了，真要他做，可一点本事都没有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